拎住電話貨比三家。各位市民，大家成日講買嘢要貨比三家，但係做起上嚟都唔容易㗎，因為次次貨比三家，比到腳都行斷啊！不過而家消費者委員會為咗方便消費者，推出咗全新嘅澳門物價情報站手機應用程式，整合咗該會原有嘅超市物價情報站、燃料價格情報站，再新加咗民政總署提供嘅每日街市價格資訊數據，為消費者提供咗一個一站式嘅查閱物價平台。咁大家依家就可以坐喺屋企，揸住個電話貨比三家。情報站仲設有中文、葡文、英文3種語言版本，消費者可以喺 iOS 系統嘅 App Store 同埋 Android 系統嘅 Google Play 下載。咁你仲等咩啊？呢個消費資訊由 Recap 853嘅囡囡為你報道。